一星期一次同你去雲泉嘅沙田。沙田嘅屋邨各有特色，好多名都有佢獨特嘅故事。而禾輋邨就因為附近嘅鄉村而得名，火車軌北面嘅上下禾輋，仍然係保留住舊時嘅鄉村氣息啊！仲有龍華酒店等等嘅地標。南面嘅填海地就係不同嘅景象，興建咗公共屋邨禾輋邨。呢度就係禾輋巴士總站啦。81號咧服務咗禾輋成40幾年嘅，到而家仲係行緊馬騮山出九龍噶。巴士站附近咧有冬菇亭啦，都係傳統公屋嘅標誌性建築嚟嘅。上到平台可以通去各座，係屬於人車分隔嘅設計。天橋網絡連接住公園同埋商場，並且連接埋瀝源村，亦都係我哋下集嘅目的地啦。